晕了，我的充电宝，电源没电了，没电了，宝宝充电了，看手机直播充不了多久，手机直播的话，没电了，手机已经2个多小时了，它直接9点半就回家了。哎，搞忘了，为什么充电宝没充电呢？摄像机没问题，摄像机有几个就5、6个小时没问题，是吧？600多个 G。
是到处了嘛。
准备去经纬大厦，就在这儿耍。也没聊多熟悉的啊。他们那李杰，他们那李杰慢慢也好多那个。李杰好久没来了。哎，好瘦啊！就找好吃。都减肥了，这跳的全部减肥了。哇塞都来了，哇塞的水都跑出来了嘛，跑水站。跟这个旋子跳了在一起，喜欢跳这旋。你说的景儿大厦就是那个嘛，就是那个一环路边边上那个口子了嘛啊。这还有点挤的嘛，我们也去。那我家嘛，他都走了，都回老家了嘛。哦。哦，我看他们还有那个去那个哪个呢？雍正这也在老家跳啊。他们去兴隆是17到19了。兴隆就是邓志的老家嘛。哦，去13个人都有。
大爷每次跳一起，等那个拿个手机那个大爷，每次跳一起，可能动作有点奇怪。这个比较明智的问题。对呀，但他可能也叫这个名字嘛，只是就不好分辨。反正他不是这样喊他的，登资也这样喊他的。哦，就喊得中嘛，比较全面。哇塞，哇塞，你来了啊！你不戴口罩？挂钩的那个人，这个黄皮鞋的人啊，今天我也在电视看到过啊，跳的有点奇怪，跳的有点跳的不好，就跟他就跟人打武士，人家是跳魔怔，他就打武士，这样子吧，没皮纹的，但是好奇怪，跳的完全不一样，他就要在打那个太极拳。这样跳的不是一个东西。这反正没哪个说。耶 我在这跳完了，跳这个旋子。这旋子嘛，旋子。我先去打。连着不这个。大厦那边的房，最开始我们翻我以前的视频，我以前的视频有发过，就那个老师欢迎他，我鼓掌，一个4月份嘛，3月份，3月20号的那个是翻之前的，那个时候他这个地方不要跳，今天罗马那边也在跳，然后他那边跳，主要是在前面，后面是在。然后那个老胡啊，还去那边，还有计生队，在一起过来。
到对水中山鸟这农一个。今天来的比较早，气候在这边今天没有看到。你们好多都会比新的开始不一样。从新时代的开始那个他今晚在呀，明天可能2成了，太多了。不是，我这个竞争是。再过2年4个地方都会停的。之后很多的这个娱乐场所都会停关。对。얘는 1년 연다고. 아, 근데 연. 너무 그랬다. 너무 들었다는데 실적도 그래도 아직 키야 되더라도 내가还可以跳舞，这个年龄啊，这个小地方都可以跳舞，这不是很多人业成就，大20年的这样子。
看你们家狗啊，只能看不能摸，出去只能看不能摸，叔叔的狗，这在人家摸摸。这样去啊。